今日强烈大陆冷气团有变较热，不过各地头这日时的温度也变较悬。不过也要提醒民众讲，在明仔载后半天开始，还有一阵强烈的大陆冷气团落南，拜三到拜五温度会搁热。北部地区依然会热到10度到11度，其他所在大概是11度到14度。也若行透早呢，伫咧玉山北方也结霜，变作是一片的白茫茫。玉山北边的食物表面拢结霜，正做雪白景色。拜二强烈大陆冷气团虽然严重，不过各地透早也是感受较冷。平地上气温出现伫马祖只有7.7度，不过到日时北部地区比前一天回温将近10度，到23、24度。中南部15到17度，日夜温差偏大，要注意拜一开始天气会变寒。下一波的一个强烈大陆冷气团会从明天周二开始影响。那最冷的时间应该会是落在周3到周5这段时间哦，要留意在周4到周5可能在北部宜兰的低温是只有10到11度，其他地区在11到14度左右。拜二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，是不是达到寒流顶级？要去观察。不过拜三到拜五气温也是亲像厝流拢同款明显下降，而且拜二、拜三北部甲东半部水汽增加。有局部短暂雨的情形，拜四、拜五水汽小可减少，落雨范围缩小到桃园以北甲东半部地区。尤其是在北部跟东半部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雨，在基隆北海岸呢，预估雨势是会比较明显一些的。那到了周4、周5，水汽有稍微减少一些。不过，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仍然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。双友拜透早经过武陵，气温差不多是5度，草地隔一层薄薄的霜，赶紧翕落来这片的美景。不过，因为低温，这几天无论是出外还是伫厝内，民众拢一定要做好保暖。根据统计，这段2天全台消防局接到技术心血管疾病、雄雄死亡的至少有81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